救灾的时阵，为什么会用狗啊，袂当用猫啊、兔啊，还是我阿狗哈？我甲你讲，我是好鼻屎呢。我鼻啊对气味的敏感度是人的14倍喵。哼哼，我是10万倍到100万倍啦！你有啥物了不起？讲着骹手，我狗上美丽，啥物八官八家，我就是拜头名。不过你会走无去呢？你无法度亲像我，遐尔啊听话。我上乖，我上听话，我阁有够高水，我上适合出任务。问题是，你若是换一个新的环境，你会感觉脾气差呢？好，对。一只训练过的狗啊，会当抵30个搜救人员哦。